恭讀聖路加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充滿聖神的能力，回到加里肋亞，他的名聲傳遍了附近各地。他在他們的會堂施教，受到眾人的稱揚。他來到了納匝肋，自己曾受教養的地方，按他的習慣，就在安息日進入會堂，並站起來要誦讀。有人把依撒意亞先知書遞給他，他於是展開書卷，找到了一處，上邊寫着：上主的聖神臨於我身上，因為他給我付了油，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，向俘虜宣告釋放，向盲者宣告復明，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，宣佈上主恩慈之年。耶穌把書卷捲起來，交給侍役，就坐下了。會堂眾人的眼睛都注視着他，他便開始對他們說：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，今天應驗了。上主的話。